咱学生囡仔伫学校会举手机啊，会摕平板，也都有研究讲，即个学生囡仔呢伫学校安尼做，本来互即个上课无专心，影响到学习，嘛会影响到脑神经的即个发育哦。也本地即个教育部是无针对学生伫咧学校摕即个手机啊、摕平板有统一的规范。毋过昨教育部就针对高中以下学生举手机啊、即个电子用品来公布管理原则的即个草案，也再起呢学生团体是呼吁教育部应该爱护学生来表达意见。只要被抓一次就是2次警告。你只要是上课在老师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使用手机，那就是会被记过处分。对，然后其实我也希望是说不要用这种记过的方式。讲到高中课堂上耍手机啊、互处分的情况，刘同学讲，虽然老师有要求同学上课进前统一交出手机，也毋过同学却有人交假手机，甚至无配合。教学现场手机保管的状况其实真侪，因为教育部公布学生早行动载具教学管理原则的草案引起讨论。学生团体伫立委的陪同之下举行记者会，表达落实校方民主的看法。学生不应该只是被动接受的政策的对象，更应该是能够参与制度规划评估的主体。若最终的版本让学生代表沦为形式，让分级机制沦为空谈，那我们恐怕会再次陷入由上而下一体适用的老套路。虽然草案有过期到6月初1还未定案，立委认为教育部下令强制规范，也毋过校方手机管理爱尊重教学现场，办实体座谈会，扩大来讨论。在高中的这个手机管理，因为现在就是开放式，回到各校去讨论。倘若有学生或者甚至有老师提出来说，个人保管也是一个方式。把老师的课啊，什么老师教授情形就直播出去了，老师等于说受到严格的监控啊，真的是对我们家长跟老师都造成很大的困扰。学生团体有声音，家长团体是认为，除了用手机钓钓的问题，保管学生的手机也会当防止学生上课开直播，让老师亲像受到监控，影响教学情况。对此，立委强调，会阁甲教育部来讨论，监视学国外电子保管的做法，和执行的细节会当更加完善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